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， 我係肥仔輝。咁今日同大家講到黃大仙靈籤第24籤。咁24籤咧係有兩個版本，我先講多啲書多啲人講緊嘅其中一個版本先。咁佢講緊就係白居易嘆情啊，係下籤嚟嘅。咁四句詩句就係咁樣講嘅：詩酒琴棋可解愁，座上無客樂難休。或彈或唱誰知美，暢飲雖多亦是憂。詩酒琴棋可解愁，即係話而家第一樣，我哋知佢有唔開心、有愁嘅情緒先啦。座上無客樂難休，即係你而家呢個環境，你請朋友嚟都冇人嚟同你飲飲食食啦。或彈或唱誰知美，我再唱歌再彈琴，邊個知啊？吟飲雖多亦是憂，飲得幾多？我哋而家現代話叫咩啊？飲悶酒咯，唔係一件開心嘅事嚟。咁佢講緊白居易，白居易咧字樂天。咁白居易同李白咧都係一個好叻嘅人啦，即係我哋琴棋書畫好叻嘅世代嗰個年代嘅人啦。咁但係佢同李白都一樣，佢唔係中土人嚟嘅。白居易咧就應該而家嚟講就係接近新疆嘅人士嚟嘅，咁就嚟咗我哋中土啦。咁當年好近嘅啫嘛，因為係西安嗰邊嗰個年代。咁咧佢28歲咧就中進士，咁一路就做大官。咁但係佢同其他幾個詩人都一樣啦，佢哋係一啲相對地係想改革啦，想憤世嫉俗啦，想個社會好嘅人嚟嘅。咁所以咧，通常呢啲咁嘅人咧，喺古代比較崇尚穩定嘅時代咧，就係佢大力想改革，力促改革弊政啊，驅除呢個宦官啊。所以咧，啲讒臣對佢恨之入骨。所以一樣就係咩啊？就係憲宗10年啊，個丞相死咗之後咧，白居易就上去彈劾呢件事，咁就俾啲宦官有機可乘咧，就話佢係有問題，咁就貶翻佢落去做普通人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係有才之士，貶到落嚟幾低都好，到佢老咗之後，過咗嗰段風高浪急嘅時候咧，亦都升翻佢上去做大官啦。所以晚年咧亦都得到朝廷嘅重用嘅。咁到佢臨死之前4年咧，佢自己退休，然之後翻去鄉下嗰度養老歸田。咁換句話說，呢個故事就係一個咁簡單嘅故事。白居易係一個好成功嘅人，佢好長壽嘅，好有即係70幾歲，當年人生失屬古來稀嘛。佢係長命嘅人嚟嘅，佢一生人係有成就，亦都係坐擁高位。不過當中會有啲波折上落，而導致到嗰個仕途未必好平穩。咁但係聽呢句説話，其實唔足以將呢啲籤構成一支下籤，但係好多書都咁寫，所以我揾咗另外一個版本俾大家。另外一個版本係咩呢？四句詩文一樣嘅喎，都係詩酒琴棋可解愁，座中無客樂難休。或彈或唱誰知美，吟飲雖多亦是憂。但係呢個故事就配合下籤，點解呢？佢講劉基歸隱。劉基係邊個呢？劉基即係而家我哋最出名嘅其中一個算命師劉伯溫。劉伯溫咧就即係當年幫朱元璋啊嘛，係幫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咧就成為咗佢軍師之後，一路咧就打晒成個國家翻嚟，然之後成為高位。咁但係強如劉伯溫出現咗咩問題啊？就係朱元璋係一個好剛愎自用嘅人嚟噶嘛，佢都好唔信得過人哋，所以佢最尾係將佢原本上台嗰紮功臣基本上殺到乾乾淨淨。就算劉伯溫已經退隱歸田啦，亦都熟悉醫卜星相命理，簡直就係如果你問識嘢識得多，我見過人講咧，劉伯溫真係都 top 3嘅啦，我諗啊，即係首屈一指嘅。咁做咗皇帝，佢最尾都請佢翻嚟，佢翻嚟，最尾連劉伯溫都殺埋，所以就即係話功臣被棄用，飛鳥盡良弓藏，走夠食咩啊？飛鳥盡良弓藏，兔死狗烹。即係好多時候係咩啊？伴君如伴虎，所以得到呢啲籤嘅朋友要諗另外一個故事，可能接近一啲，就係如果你今日已經好風光啦，身處高位啦，其實我哋就要諗定後路，或者要諗定會唔會有啲突如其來嘅嘢，或者係主上，即係你嘅老細啦，你嘅皇上啦，你嗰門生意啦，其實會唔會有啲問題係陰你呢？要小心避開一啲大嘅問題。所以呢啲籤呢，咁樣解釋就真係似係一支下籤啊。OK， 今日去到呢度，如果覺得啱用嘅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下次再見，拜拜。